再往海岭剑派动手不成？这事后攻城的人周身发麻，头疼欲裂。没想到邓叔叔的内力如此深厚。小秋水，你家的事老夫并不知情，念在你与犬子的情分上，今日我不为难你，你赶紧走吧。邓叔叔，我此行是要查出杀害我爹娘的真凶，还请您出来见一面。敬酒不吃吃罚酒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消失的味道，原来是件机关的巧劲，驱使暗器。邓叔叔，你根本就没有那么强的内力。你还是出来吧。胡言乱语，受死吧！邓叔叔，该出来了吧？我随之。暂时内尽亏虚之状。爹，爹，你怎么样，爹？爹，大哥，你们怎么打起来了？约翰，邓叔叔有内伤，先让他坐下来说吧。爹。约翰，你爹身上多处经脉有伤，刚刚又受冷为预兆，致气血逆转。我不知此事，邓叔叔多有得罪了。大哥，我爹内力深厚，为何会突然经脉受伤呢？约翰，邓叔叔或许有他的难言之隐。你家这面护心墙，它叫回音壁。贴近墙角，就能将自己的声音放大100倍。即便那我这伤，还得从当年百草谷剿贼一事说起。我在百草谷中中了雷火弹，经脉尽断，武功尽失。虽然当时捡回一条命来，可是所有的功力都没了。
15年来，我闭关练功，就是为了想要恢复以往的功力。可到现在为止，也只是恢复了一成。邓叔叔，那这么说，你这伤15年前就有了？这乱髓指需要强大的内力来驱动，我现在早就驾驭不了了。这些年来，我把府邸翻新了好多遍，就是为了能修些机关，来掩盖我失去功力的事实。爹年轻的时候，凭借着乱髓指和海令剑法，在这江湖之上也算是打出了一些名望，可也因此，也有了不少要索我命的仇家。当时知道我武力尽失的只有萧大侠一人，我求他帮我保守秘密。虽然在江湖上，关于我的传言有很多，可是他们都不知道这其中的缘由。邓叔叔投靠朱大天王，就是想找一个靠山来对抗权力帮。爹，你投靠了朱大天王。爹，也是有爹的苦衷啊！看到当年所有联手的门派全部都遭了难，就连幻花剑派也逃脱不了。我知道，这一切都是柳随风在背后搞的鬼。当时我已经武功尽失了，若是爹不投靠朱大天王，我怎么能够确保咱们家能有一线生机呀？所以，当时你才不愿意帮助大柯家。萧家一事，我心里确实是愧疚啊。不过我要告诉你，萧家遭难的确与我无关，我是清白的。但是今日，为了你能够找出杀害你父亲的真正凶手，我也不再有所隐瞒了。得罪了。大隐法师的归西之法，若经脉只是受损，并未坏死，尚可求大阴法师以金针续脉；但若归西之法在经络中运转不开，那便意味着前辈得罪了。爹，前辈，实在是抱歉了，你的伤确实已经是经年累月，如今只能恢复一成功力。无妨，我早就接受这个现实了。我现在心里啊，就盼着我们一家人能够平安无事。爹。柳随风。
刘谷主，我保证，进到谷里以后，不会无缘无故伤害你们的任何人。若是搜不到证据，我萧某也愿意给你们百草谷赔罪。不成，我百草谷岂是你们随意安个罪名就能进来搜查的？我族人虽示弱，却最是刚正不阿，岂容你等践踏羞辱？是，还请离开这个地方了。瞧瞧，简直敲腿！萧大侠，我们要不要闯进去？不，给刘谷主一点时间，让他考虑。我相信他会做出正确的决定的。当年，萧大侠给过你娘自证清白的机会，可怎奈他是冥顽不灵啊！你说，若非是心中有鬼的话，他怎会有如此的反应啊？你们来百草谷当强盗，还有我们笑着迎接，何况你们嘴上说的好听，最后还不是强闯我家，不分青红皂白，便将我族人残忍杀害。娘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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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亲眼看着我娘死在我面前，而我的族人全都变成一具具冰冷的尸体。短短时间，你们甚至都没有盘问和纠正，就开始了屠杀。分明是你们百草谷眼见罪行就要暴露了，你们要杀人灭口！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怎么回事？张可雪，他们在转移证据。行军丹，北荒人，百草谷果然在替北荒造行军丹。那么多双眼睛，看到北荒人在百草谷里转移行军丹，你还如何狡辩？你怎知不是你们中有人与北荒勾结，浑水摸鱼偷走行军丹秘方，杀人灭口，再将真相给埋葬？一派胡言！我们在进谷之前早就看过你们百草谷和北荒人交易行军丹的账本，一笔笔的账目记得清清楚楚的。我们守在后山的弟兄，更是撞见了你们要转移证据，惨遭灭口，无一幸免。百草谷通敌的罪行，那是板上钉钉。板上钉钉，账簿是谁带来的？主使是谁？我不知道。好，看来不给你点苦头吃是不行了。我现在更好奇，究竟是谁能让你维护至此？早知道你今日会变成这样的大魔头，萧大侠当年就不该救你一命啊！你说什么？当年萧大侠见你奄奄一息，他宅心仁厚，救你一命。有多人把你送入了唐门，你才能够活到今天。
带着权力帮围攻萧家，这世上哪里还有天理？不过是少杀了一个我，便把自己说成菩萨心肠。我最后再问你一遍，当年账本是谁拿来的？好，我倒要看看，是你的嘴硬，还是我的手段硬。说！老爷，老爷，你不说，一时再来问你。爹，进来。爹，姐已经休息了，并无大碍。好，你伤势怎么样？无碍。行了，你坐下吧。好。爹，百草谷一事，你是不是有所隐瞒？胡说！爹有什么好隐瞒的？旁人不知，可孩儿却心知肚明。每次你一说谎，眼睛就会往下看。你爹，柳随风是个不择手段的人，一旦被他盯上，只怕海岭剑派再无安宁之日。这是你最爱喝的茶叶。干嘛？这刚回家，又要去哪儿啊？我要去找大哥。一个和朱大天王为伍的门派，只怕比权力帮也好不到哪儿去。明天天一亮，我就和大哥一起离开。爹，孩儿希望你可以迷途知返，不要一直让我失望。一个和朱大天王为伍的门派，只怕比权力帮也好不到哪儿去。就是这家。雨涵，姐姐，爹出事了。爹，
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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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吓我！爹！爹！为什么会这样？大哥，爹，为什么会这样？爹，爹，爹！邓叔叔的致命伤。难道爹是想要写些什么？我之前发现，爹对百草谷一事有所隐瞒，但不管我怎么追问，他始终不愿意告诉我。或许，爹是想通了，想要把真相告诉我们。柳随风。若是他杀了邓叔叔，无论天涯海角，我都要给你爹报仇。大哥，你的意思是说，现在还不能确定是他？我爹没有别的仇人，除了权力帮，除了柳随风，还有谁会这样丧心病狂呢？玉兰姐，你好好想一想，还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吗？二更亥时，柳随风，我昨天晚上来书房看爹，正好碰到柳随风从里面走出去。不对，不对，此时三更的时候我来找过爹。
令尊昏迷多久了？前些日子还能清醒个把时辰，这2日都在昏睡。令尊的情况，眼下也熬不过半月。我虽有独门秘方，但此方有50%的失败几率，就怕到那时，令尊的寿数挨不过7日，是与不是，慎重考虑啊。让开，让我进去。滚开！左右两边都逃不过。我爹的病情，请药王勉力一试吧。好，我准备准备。情断谁和？爱上有几个？雨涵，邓叔叔嘴里有东西。铁衣，莫非是铁衣神谱？铁衣叔叔为人仗义，他是我爹的挚友。剑路被围攻之时，他曾舍命相助。莫非他还活着？我们去找他问个清楚。剑龙失手之后，没有找到他的尸首，有几具被烧得面目全非的尸体，不能确定是不是他。所有人都默认他战死在剑路。剑路当时人员众多，为何偏偏只有他一个人的尸体不见了？我爹
在百草谷一事上，确实有所隐瞒。可是，这和铁衣神捕又有什么关系呢？现在我还不太确定，但是我可以肯定的是，这背后肯定有人在阻止我们调查乱随之的凶手。雨涵，如果不是我在追查，邓叔叔也许就不会这样。抱歉。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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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老夫无能，姑娘，节哀。我之前被神通广大，药毒双全，治病救人，不拘一格。前辈，请想想别的法子，救救我爹！姑娘请起，姑娘请起，这万万使不得。确实，还有一法，但是对于姑娘你来说，实在是太过于凶险了。对于我，不管什么方法，只要能救我爹，我都可以。此乃以毒攻毒之法，须一人先将我秘制的毒药服下，然后再用内力传至病者的体内，二毒相争，必有一效，也许可使令尊绝地逢生。可稍有不慎，不但令尊救不回，恐怕连你的性命都难保。还请前辈教我此法。无论如何，我一定要救我爹。那我就成全你这孝心。
就到此吧，不能操之过急呀。等往后治疗的时候，再增加药量。芳儿，为父拖累你了。只要爹没事，我做什么都行。什么人会对邓家下这种死手？还不知道啊，不过老大已经去查了，我相信一定可以查出来。待我们找到那凶手，我们一定要替玉涵报仇。玉涵如今在何处？他现在家中守孝呢，不过我已经写信给他了，只要他需要我们兄弟，我们立马就过去。那我等也去江湖上打听一下，看看有什么线索。好，走。说城里来了位女侠，四处奔走义诊，医治灾民，想来就是你呀。尽些绵薄之力罢了。二哥，你这么晚来找我是有何事？这些天也没有大哥的消息，实在不知道他最近处境如何。大哥怎么会和北荒勾结在一起？堂而皇之的卖国呢？我也派人四处打听，始终没有大哥的消息。我本来打算去寻他，叫他回来说个明白，可是这心里却对你放不下心。二哥，你多虑了，我这里不必挂心。怎么能不牵挂呢？要是你再出了什么差池，我该如何向爹娘的在天之灵交代？爹娘那时候将你带回家门，我就把你当成亲妹妹一样看待。当然了，有时候也不把你当成亲妹妹。哪来的？听说那贼人藏在镇上，如果遇到，一定把他捉死。堂堂萧家长子，竟然勾结北荒，这黑衣人究竟是谁？害我到如此田地，我必须查出他是谁，才有可能澄清这一切。小易，伊人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我一路沿着镇子找过来的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伊人，跟我回去好不好？我们回去把事情跟大家说清楚。不，找不到陷害我的人，我是不会回去的。你不走好不好？
我好不容易才找到你的。你这一走，我不知道要何时才能再找到你了。你现在还找我干嘛？现在的我已经不是以前的我了。现在人人都觉得我勾结北荒是武林中的败类。我现在就像过街老鼠一样，人见人打呀！我不管，我不管发生了什么，我也不想听别人说什么，我都只信你。管医生同志们，如今这江湖啊，真是乱，就连那个向来避世不出的邓家，不知为何都被那权力帮给灭了门。可惜了，你知道吗？就那三大奇门之一的费家那费老爷子啊，突然宣布，3日之后要金盆洗手了。金盆洗手了？是啊。按江府规矩，若金盆洗手，就不再光问任何江湖事。再多秘密，也会随之烂进肚，得尽快赶到。把药喝了吧。从南天荡带回的财宝都已经清点完了，照你的意思，9成都已换成了粮草和后衣，剩余1成发往各派，以及战死的江湖人士家眷。东西都已经装好在船上，明日便可启程。好，明日我便上京。我不想你去。小荣又开始耍小孩子脾气了。你每回从宫中回来，身体就会变得更差。你不要以为我不清楚发生了什么。他就是想要控制你，就是想慢慢的折磨你。可为了我们想做的事情，我可以忍耐。你这种忍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？既知如此，小荣，你又何必不让我把自己的事情做完呢？他只要拿到自己想要的东西，便不会只是难安了。人的猜忌心就是个无底洞，就算你事事为他考虑，可他还不是事事忌惮于你。纵然是这样，又何妨？我所做之事，只为心中所想。只要国泰民安，其他的我都不在乎。可是你连自己的性命都不在乎了吗？你这次进京，恐怕会万般危险。就让我陪你一起去吧。
你放心，只要这个朝廷用得着我，他们就必须让我活着。小柔，放心吧，我这次会好好的回来的。先把药喝了吧。公子是来参加小公子观礼的贵客，可有拜帖？我是受气吞丹霞梁董梁王委托，送一封信给费家家主，麻烦通报一声。公子稍等。是好友，难道你是为了查证乱隋旨而杀了邓家全族？晚辈绝无可能。邓玉涵是我的结义兄弟，我又怎么可能会对他们下此毒手？这当中定是有人陷害于我。前辈若因此生疑的话，倒是中了别人的圈套。你让我如何信你啊？前辈可以不相信我，若我是奸险之人，那梁斗大侠又怎会将此信托付于我呢？说的也是。梁斗大侠武功高强，梁少侠也盗取不得罢了。明日是我长孙冠礼之日，也是我金盆洗手之日，老夫不愿节外生枝。明日之后，老夫卸下身上这副担子，便可一试。多谢前辈。趁大家都在祠堂集结，你们便暗中四处搜寻。我不信那千人面被毁了。是。费前辈，费前辈。今日是我孙儿正冠之日，也是我费家下决心金盆洗手，退出江湖之日。从今往后，我费家子孙只许经商从文，不问江湖是非。
论江湖是非啊！这是江湖冯钦这孩子打小就厌倦舞枪弄棒，只喜欢经世致用之学，最适合做家主之位。不过，诸位都是与我家来往甚密之人，有恩，也有怨。今日相邀前来，一笔勾销。不能就这么算了，你休息。这都这么算了，这就金盆洗手，太可惜了。据守江岛，突厥们迫不及待地想要阴险了。老爷子，从前你儿子费丹峰斩断了我兄长一臂，既然想要勾销恩怨，总是要拿出些奇学做补偿吧？对，是这样。老爷子，赶紧把千人面交出来！对，交出来！交出来！爷爷，这怎么办啊？诸位原来都想要千人面，那老朽只能说出他的下落。5年前，长子丹峰拿着那东西去执行圣意，却惨遭暗杀，尸首至今下落不明。那东西也毁于当晚，烧得只剩一件残皮，被老朽埋进祖墓。怎么可能啊？胡说八道啊！是啊，必须交出来！怎么可能就烧了？为了不将我们费家再带入苦海，那时老夫就立下死誓：凡我费家中人，如有胆敢偷学千人面者，废其武功，逐出家门。不可能，真的被他毁了！这么多人都在，老爷子你还在这撒这种弥天大谎！交出千人面，我们不会让你为难。你们2个家族败类，违背家规，偷学千人面，不择手段，早就被老夫逐出家门。今天还有脸站在这儿献丑？你若是早将这秘法传授给我们，我们哪至于杀这么多人啊？我跟你们说过多少次了，那个东西不在我手里，你们2个，给我赶快滚！没想到，哼，私藏此物，算什么金盆洗手啊？那不如当场销毁，共同为证。就是，拿出来！快交出来！拿出来！交出来！交出来！一定要拿出来！拿出来！好了。老夫已退隐江湖，你们还苦苦相逼。好，今日就算打破金盆洗手的规矩，我们也不死不休。来吧，谁先来保命？对付2个晚辈，身形如此之力，看来怎么回事啊？
外人，为何要插手我们家事？我最看不惯的就是欺负老人和小孩，这件事，今日我必须要管。小秋水，你有这功夫，不如管管自家门户。你大哥勾结北荒，你作为罪人之弟，有何颜面插手我大西武林之事？你胡说什么？刚屠了邓家，还敢来此造次？我们这么多人，你要是敢出手，就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说的对。让开！我有事要问费老爷子，所以我必须要保他。这样吧，诸位，我们来打个赌。若是你们赢的话，那日后我便不再插手此事。我们若是不赌呢？那就只能赌命了。你要赌什么？萧秋水，你可没说过不许我们二人合力来拔。我是说，剑从石头里拔出来，可这剑上还有石头啊。对呀，这石头还在上面呀。体积越小，越不易被砸碎。以你们的内力，根本就拔不出来。如今，是否可认输了？认了。解药。爷爷。赌约已成，日后便不可再为难费家。诸位，请自便吧。来一趟啊！走吧，我是为了缺人面子。人都这么逼他了，老爷子还说没有，那应该是真没了。我们走。
老爷，祖母被绑了。啊！